啊哪会欢喜啥？你知无？你知无？我毋知啊，我就是这时阵你会配合我讲，你知？我毋知。哦，就是咱顶礼拜啊，因为过年休困嘛，因为迄就是咱旧年甲准年的经验，互咱知影讲过年拢无人咧听。哦对啊，因为大家拢无闲去过年啊。对啊，大家拢咧佚佗，根本无时间咧耍手机啊。还是你过年有咧耍手机啊？嘛是有啦，我是较罕啊，因为过年的时阵就是爱无闲啊，爱甲迄亲情50啊，爱跋筊哟。我就知。讲出来，别摆啊，是创啥？无闲摕手机啊，手机摕起来是要创啥呢？看时间，毋是记账，记讲输偌济。我就是你是会当算赢偌济安尼，几代几代安我是尼。记讲我拄钱包内底摕偌济钱。结果我之前想讲我会趁钱，结果记到尾想讲以后收我钱包内底钱咧拢无记，啊，愈记愈心酸。总是爱记一下。这年敢过了快乐，算的时候是真快乐啦，而且啊，毋是拢输钱。而且你知影我迄个记小迄个标题写啥？写啥？家庭税。家庭税，但无阮家庭有道理啦内底税金，迄就叫家庭会税。使会使。对啊，因为咱就是进前的经验，所以咱顶礼拜暂停休困一解。咧，结果咧，我咧讲，小姐网友都思念咱的啊。爱确定咧。家己讲我甲，你讲啊，我甲你讲啊，喂，思念阮的网友紧徛出来啊，就是讲你啊，死网友，你一点都想阮的对无？你紧留回来甲阮讲一下，讲你足想阮的。啊，咱是毋是爱先甲网友就是拜年恭喜者？好啊？你先拢是为着你啦。什么物件？无啦，恁钱拢互我，大家拢趁钱。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哈，元宵之前拢是咧过年，大家变烦恼啊！我希望讲大家身体拢会当健康平安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才会当好好听咱的节目。对啦，健康真重要，真重要啊！对啦，而且更较重要的就是一定爱收听咱的节目。你安尼就变做无恭喜啊！祝福大家嘿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食百日。恭喜发财，红包一个来。无啦，过年前拖到过年后啊嘛无。无啦，后来咱今日这开场咱像较长。安尼顶礼拜份啦。好啦，顶礼拜分2场的开场，该放做伙啦。嘿啦，啊，竟然吼，迄就已经开场遮长啊，无咱先来回息礼好啊。对啦你先啊你搞回息礼啦回息的一啦。刚刚叫你看去，你要讲一下无？歹势啦，有一迄主人啊，咧讲迄狗仔的代志啦。哦，咱你讲狗的代志对对，对啊，主人我无说讲做主持人啊，后面就变主人，毋是主人是主人啊。我搁叫你看去，我嘛对你念。安尼你嘛要回息的，是咧，你讲会啊？你讲回息咧啊？有啊啦你，拄则回息咧？有息的，佫一个是的，是主人，毋是主人，吼对，是的。啊，搁来换我回息咧啊。啊，话就是你咱顶个咱有讲到一集，讲大家若是要学台语的，咱去查一个物件，号做甘字典。嘿，啊，甘我迄字典，当阵因为阮后壁接代志大书典，所以我嘛讲甘字典是日本人写的。会害，这会去互雷公卡。讲黑白换，对，因为咱带迄个甘字典就是一个国籍姓甘的人写的，对对对，伊是英国籍的传教士甘威廉写的，嗯伊毋是日本人啦。毋是我咧真歹势呢，加共母做伙，嘿啊真正是对甘的真回事咧。甘甘的人家就是甘的歹势啦，甘的，新正年头莫恁遮计较好啊，甘的，甘的你安尼我毋甘啊，甘的啊。哦，有够有够啊，哎，听众朋友们嘛是爱用即个甘字典甲代志大书典。对啦，好，安尼应该无要回息咧啊吼，安尼差不多啊。嘿，无情无啊，目前敢若即两个回息咧啦，听众朋友你若有听到啥物嘛爱回息咧，恁才来甲阮讲。对对对，甲阮讲者，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我白边，我白边。咱的节目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。啊，个个观众朋友想来用台语了毋出来。你这讨厌，一直甲我闹吼！听众朋友你拄则敢有听着啥？我自头到尾都无讲话，你就爱笑偷笑啊！我都叫你影响无掉。啦，无咱听众朋友恁个切转去听一遍，看敢有笑。你咧偷笑，我打开始无笑，你会跟你我开张放结束烧袂结束准，搁啦。嫌买汤圆。毋
毋通阁讲啦，等下就阁变洗洗就。毋通，时间过真紧呢，1个月阁过去啊，咱总算要来练批咯。对啊，顶一个练批已经是1月总算收集到较济批啊。嘛毋是啊，就是有诶讲诶拢伤短啊，伤短就莫做批啊，因为批就是爱等有较长诶时阵才来写。嘿啦，哦，咱直接记明咱诶主题啊。好，咱这就是咱老朋友写来批，这是庙会了呀，小天地写来批。直接开始吼。我你想要讲，咚咚咚咚，敢有需要讲主题？哦，无要紧啊。咱今日即个就是过年时诶代志啊。嘿啦，咱标题就写，咱听众朋友若是看到咱讲啥，毋知你讲啥物主题，因为我头过看者，哦，原来是咧讲这个。我甲恁讲，因为有点小录音落落嘛，是爱看者想，哦，原来是咧讲这个。啊，好，安尼咱就先来练批。开始。讲到过年，其实活动是真济。我要分享和过年有关系的故事，就是东山迎佛祖，嘛是我和乌边熟悉的起源。东山迎佛祖是一项国家重要民俗活动，逐年旧历12月23，会请东山碧仙寺的观音佛祖正二马回转外家关仔岭辟魂寺去过年。东山迎佛祖是东山人的小过年，大家嘛会准备点心凉水来招待。东山迎佛祖是旧历12月送佛祖上山，旧历正月送佛祖落山。送佛祖登外家迄天，天也未光，东山人就会到辟仙寺准备大供香，向正二马烧时。庙边嘛有发心的信徒提供早顿，互陪正二马登外家香客。时辰一到，恭请正二马上桥了后，东山庄头的庙宇、当机和西镇就会做伙送正二马登外家。东山迎佛祖会当讲是一项重要的活动。早期正二马是因为战争为辟魂寺落来起庙开基，为着感念祖家，所以逐年游客要对观音佛祖登外家，虔诚举着大供香，然后爱爬真高的山路。一路上大家拢互相相敬，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。便正二马登外家了后，就会去游辟魂寺附近的庄头，有的3年一摆，有的4年一届。最后伫正月初9暗，伫辟魂寺由师傅上经圆满，送佛祖落山，登去东山，继续守护咱东山人。哇！总算念了。你头一届才这 NG 下面伤久无念批，嘴海去啊！想要听后边 NG 的去后壁啊！精彩，一定爱去后壁听。我拄则有头加一寡调啦。我今日超奇怪，阮今日咧录音的时阵，嘿啊，一直讲毋对话，大家拢毋知你咧讲啥。牛头斗马尾，的哥倒菜刀，乌白豆，你甲迄听众朋友讲者边呢？奇怪呢？啊，咱毋是咧讲迎佛祖，哎呦呦讲笑。好，咱先来讲这迎佛祖的代志。好啊，对啦，这小天地袂歹呢，伊个会跟你讲这是伊甲我熟悉的开始呢。嘿啊，记忆真好哦，对啊小天地。大家拢伫咧 IG 面顶甲小编开讲，迄当时会甲我讲，伊出现伫咱技术铺内底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想要知影，就是东山迎佛祖的代志，你会当伫咧 YouTube 顶悬拍台湾技术铺，东山迎佛祖。是佛祖，毋是妈祖。因为阮较无迄迎佛祖的经验啦，所以自头到尾身体记忆拢是迎妈祖。妈祖啊咧，妈祖啊，佛祖是咧。对啊，因这真厉害哦！你看这纪录片嘛，无算纪录片啦，就是因迄个过程的时阵，真正是感动的。对啊，即马真侪时代拢有会啊，但是因嘛是真愿意来去做即件代志。就迄心嘛，真正是小感动的呢。嘿啊，但是因安尼过年过2届呢，小过年甲大过年，安尼若是伫个住较远的人要安请假，毋知啦。安尼请假是毋是要请足侪届？有心都有够啊！而且现场邀请就是现场邀请啥？邀请线顶若是有这东山的朋友，你若是平常时安怎就是请假登去小过年甲大过年的，欢迎你来跟我分享啦。但是伫遮要先甲就是东山台南的朋友会一个系列咧，佫要会系列啊！原本咧想讲要台南腔者，嘿，就是东山啊、野乡啊，再样者，但是因为 NG 真伤济啊，无懂。我惊个样落去可能 NG 加袂了。对。
过来就是咱死网友下来配。死网友啊，过年时间的代志。对，真趣味的，来。好，来死网友讲伊要来分享旧历过年时发生的趣味代啦，吼，就是讲发生伫咧读册时阵的代志。某一年的过年，为台北要坐车去桃园，找伊个叔伯阿兄，准备坐伊个顺风车转去彰化，因为伊讲迄当阵是学生啊较散，想要省即个交通的钱，所以一切照计划咧行，真顺利的驶去咧高速公路。原本毋免2点钟的车程，因为塞车，迄撮车程竟然塞入咧6点钟，迄个碰公险要飙去啦！过年同款吼，坐即个叔伯阿兄的车转去彰化，即撮旅程有够好笑的。我甲叔伯阿兄拢变做乘客，是安怎呢？因为车故障啦，车拖吊车甲车载转去彰化的修车场。人生头一摆坐即个拖吊车的副驾驶，视野真好呢。旧一摆是坐客运，袂记你是到倒位，即个运将大兄雄请大家落车。迄个当阵呢，即个客运已经停伫咧路边啊。是啦，阮即台客运变做木栅仔车，零件故障，一直咧请乌烟。后来阮一群人就徛伫咧路边等待救援的客运来接。险就变社会新闻啊！祝福听众甲乌白边拢出入平安哦，多谢。哎哟，变哪啊？安那？这死网友，你当时坐车转去，你若要转去彰化，你甲我讲哦。你是惊？我介绍就家己台车。你毋是家己塞车转去？无一定啦，有当时塞车，有当时坐车。你看伊坐车还去，坐客运还去，我会烦恼呢。但是这边烦恼，你问伊要坐倒一个时间的车啦。但是我讲这边烦恼，因为客运顶管拢有变数，嘿，长途的客运，迄车顶安全门下骹其实拢有一间简单的变数。有啊，拢有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变烦恼讲，就是碰讲会变去啊。对啊，所以而且即马嘛有足侪迄休困站啊。嘛有你像是外国人安尼，嘿，即马嘛有文章安那。即马嘛有足侪休困站啦。家己塞车会使去休困站，对啦。坐客运就是会车顶有变数，对，坐火车嘛有啊，火车的变数较紧。你会当较正常讲话无？中华国来的哟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华国的乌边。好啊，袂当阁笑啊啦，念批啊严肃啦。严肃，好，那念一个新字写来批。好，乌边伯伯您好，我是一档极计写3届批的台语台 Podcast 铁粉新字。要过年啊，祝福乌伯伯甲各位听众朋友新年恭喜，祝福立位先进，功名寸进。学业成功，找到好对象，选到好亲情。头前祝福大家的话是照阮五岁阿嬷拜拜时阵咧讲的话。我伫旧年4月份有一集咧讲信用的迄集，捌分享过。乌白边伊嘛有甲阿嬷的音档甲藏起哩，若是有兴趣的人会当去听。我平常时人伫咧台北，年这时间台北机会甲阿嬷开讲。今年我嘛真期待过年会收集到啥物新的故事。分享一个旧年过年听到较有印象的代志，关系阮阿嬷个人对后仔甲杯仔这两个词的区分。对阮阿嬷来讲，除了免洗的塑胶杯仔也是纸杯仔叫做杯仔，其他的全部拢是后仔。旧年听阮阿嬷安尼讲了后，我就四界问人讲要安怎来分这个后仔甲杯仔，煞发现这根本就无标准答案。有人讲较大地是杯仔，较细地是后仔。嘛有听人讲，有耳仔的是杯仔，其他的拢后仔。毋知乌边白边，还是听众朋友是安怎区分呢？时间一直咧过，甲亲情相处的时间是过一冬减一冬。过年上重要的就是爱好好啊珍惜甲厝内的人交关的时间。祝福乌边白边甲听众朋友，拢会当伫过年的时阵有人通好团圆。要甲厝内的人交关什么啊？我迄问题是即个呢，有啥物好交关呢？有啦，我家庭税金有交关真济啦。头前有讲着。拄则我摕迄家庭税金的迄个记事簿，互迄白边看。这白边甲我讲，也无偌济啊。我讲你认真看，嘿啊，我看迄1-2百，1-2百，无偌济啊。叫伊看到尾会惊着。
400外，一道400外咧，听众朋友，你甲听看卖，你甲听看觅黑变偌尼好个，你老袂讲，你是我的家庭税金，迄拢是要阮老母。我讲阮老母若会捡着，所以是互恁老母赢去。对啊，阮老母若捡着牌啊，伊就会摕伊的摕钱出来请阮啉饮料，还是请物件。对啊，我若是输囝嘛是爱请伊啉饮料，我嘛是毋知啥呐。好笑，我感觉迄啊，就是赢较济。对，请大家而且阮伫耍牌时阵，拢会讲一寡有诶无诶笑亏。什么款的笑亏？你敢有你奇怪？心主歹势哦，向红开讲者。就是迄扣红点诶时阵啊，扣红点安怎算你知影？1点、2点、3点，毋是扣红点，就是一个 S， 啊，佮配一个狗。嘿，啊，有人讲狗来虎，鸟来起大厝。哦哟，你拍牌诶时阵，拢安尼。啊，若是讲我来排比者讲。虽然我饲猫，但是你狗来我嘛是真欢喜安尼。你拍牌阵小趣味诶，真趣味我讲你拍啊！牌阵可能咱翕一个纪录片。会使会使会使，啊，阮过伫遐来虎。诶，你要来无？我是敢若众拍麻将会有一寡用词尔啦。哦，无阮拍这扣红点，紧张刺。阮这扣红点刺激呢，听到朋友你若感觉讲心中有淡薄仔需要人甲你刺激者，我来讲来算扣红点1分10箍。这敢会使讲下咱教育频道该使讲这。无啦，阮这就是家庭内底大家互相算数比的。啦，算数对，学。算数学呀。啊对，我跟你讲，阮这拢是互阮阿嬷练习的。阿嬷拄则这加起来偌济，阮阿嬷伫边仔斗算。哦，啊伊算来个讲讲动头壳对真好啊。对对，阮阿嬷喂，恁听少明你会记得，阮讲我细汉时阵数学拢是阮阿嬷教的。啊，算上讲阿嬷我这输偌济钱。阿嬷过来有一个甲我讲，你这输伤济，我算袂出来。我真是头壳毛咧笑咧，输伤济输到阿嬷算袂出来，真正是有够烦恼的。好，咱继续等来讲心珠的代志。心主啊，你这加写三届的批爱检讨啊。对啊，安尼3请4请，那请佛祖安尼，你请来。年头、年中、年尾安尼。安尼是毋是甲东山赢佛祖共款？上上一等去后头就去甲伊赢落来。即个杯仔甲蚵仔吼，真奇怪的经验。阮阿嬷嘛是讲较细界的是蚵仔，啊较大的是杯仔。但是有当时我摕迄，就是有迄鱼仔迄种的，伊嘛会讲是蚵仔。啊是哦。对，啊，阮尾也是，我对阮阿嬷的印象统计起来，我是感觉讲，就是若是灰仔做的，伊拢会讲是蚵仔。哦。若是铁杯仔、纸杯仔、玻璃杯仔，伊就会讲是杯仔。哦。阮兜是安尼啦，啊，恁兜咧？我毋知诶，我家己就是敢若知影地凹，地凹只要是地凹就叫凹较细啊。界迄种诶吼。嘿啊，其他拢叫杯啊你。讲有迄地沟迄，嘿啊，咧添地迄地凹啊，所以叫凹啊。哦，啊，其他就叫杯啊。听种没有恁的蚵仔甲杯仔有啥物无共款的，来甲阮分享者。甲迄新主分享者，所以我一年才写3届杯。伊讲家己是铁粉哦。嘿啊，袂当敢若听写。对啊对啊，嘛是会当听。好，咱过来。后一张批是6块阿凤写来。黑白边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敢知影阮6卡伫倒？答案是伫家己哦。俗语讲，人2卡钱4卡，阮6卡人拢会讲，阮走甲比钱较紧，应该是钱咧甲阮约才对。恁讲是毋是真有道理啊？哈哈！听到要订甲过年相关的批，我就想起便若过年，我就会转去后头厝。不一个，阮阿爸阿母走了后，就无理由转去啊。阮兜总共有5个囡仔，4个查某，1个查甫。阮4姊妹仔拢嫁去外县市。过年是阮唯一会当团圆的日子，所以我拢会真期待。头拄仔讲到阮兜唯一的查甫，嘛是上细汉的小弟，所以只要过年时啊，一个小弟就会负责厝内的三顿。这是我真无简单会当对主妇这个角色脱离的机会。逐工拢是我咧顾规家伙啊，当然嘛想要享受有人准备三顿的时阵。所以就只好委屈阮小弟辛苦规工。毕竟伊细汉的时阵，阮遮的阿姊是甲伊惜命命哩。而且我拢会伫落去的前几工，先甲伊注问我要食啥，亲像是蚵仔，因为家己的蚵仔比北部俗，煮汤、煎蚵仔酥我拢爱。阁有我上爱食的四卡仔，无论是炒三杯，也是煮清汤，拢好食。而且大家坐一道食饭，吵吵闹闹，有够欢喜。
虽然人拢会坐甲壁倒，为爱轮流坐，但是即种热烈的情形才有年节的气氛，敢毋是？即马过年无转去后头厝，一年365天拢是主妇，加在有新妇甲我斗3工。佮讲过年时啊，想要休困就休困，免想无用啦。听着嘛是足甘心的。我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大赚钱哦！我是阿峰，多谢大家。即嘛是搁咧搬倒一厝啦，感动诶！感动啥？主妇毋是感动，应该是伤心啊，毋是感动啊。所以主妇真辛苦呢。嘿啊，对啊，而且即种过年的时阵，你看以前安尼吵吵闹闹过年，安尼做欢喜的，啊想想即摆变做讲干那剩家己的时阵，暗时啊困袂去，目睭闭紧，迄个稀微的感觉安尼咻姐的走来。我想到一个经验，讲到这我甲阿峰可能有一个，无共款。对，我甲阿峰有一个共同点哦。伊讲这四卡鱼汤，我细汉上惊这，啊是阮兜拢会煮。阮阮兜拢讲这啥物阮兜的名汤，我惊死。名汤是啥物？有名的名。譬如讲某米人因兜，比如讲伊姓张好啊，张甲名汤有无？哦，张甲名菜，单甲、贵甲、小甲，有无？就是拢有一间迄名菜。你就讲阮兜的名菜，啊，恁兜有无？恁兜有名菜无？我甲你讲，阮兜吼，每一厝拢是名菜啦。我食着阿母，你煮的菜拢好食，我不爱听，我不爱听。阿母要做啊，食看觅了。阮老母拢讲吼，迄伊煮这偌好食，愈偌好食。我咧讲我看着呢，我都毋敢食。所以你毋捌食过，毋捌食过。我会记我细汉时阵，敢若有互骗过食一喙。嘿，啊，我迄阵想叫奇怪，这肉食起来甲鸡肉无啥共款，软软安尼。嘿，啊，因就讲啊，迄就迄啊，我过看，我就吐出来。我咧讲上粗残的是啥物事？阮兜饲粉鸟。我前一秒甲粉鸟佚佗，后一秒伊去用煮做3杯的粉鸟，哇！啊，因就叫我食呢。你知囝仔人迄个情感是无法度接受的，你知道？迄心情，伊食到足好诶，而且我拢甲因号名，即个叫天霸王，即个叫阿肥的，啊，结果因尾去互炒做菜的时阵，我诶心情真是无法度。啊，伊消息较久，你都无发现呢？毋知啊，伊就我知。你毋是咧甲伊算？囡仔人你算啊，敢有可能逐工拢关伫粉鸟条？无可能嘛，一定是今日算的明仔载才去算啊，是讲后日，是讲过几工啊？哦，对啊，而且我甲上课呢，厝呢毋是迄粉鸟条随时拢放开互你入去的。了解，嘛有大人啊，对。我要分享一个，就是阮姐结婚的时阵，迄年会过年，我诶心情嘛是足奇怪。好啊，互你讲。对，就是因为阮兜是3姊妹啊，甲阮老母，阮4骹拄好斗起来，当拍一个 Q 红点。结果迄年阮姐又个是 Q 红点，踅来踅去个 Q 红点。结果阮姐结婚迄年哦，因为阮小弟个细汉，所以伊无度甲阮拍牌，啊，就变做家厝我甲阮弟弟啊，甲阮老母俩阮3骹嘛会使算啦。啊，但是算起迄感觉毋奇怪，减一味呢。对啊，足奇怪啊！我就是拄食饭的时阵，赶快围一道啊，减一个人尔。但是我甲阮老母讲，哈，迄啥物人伊伫迄因兜敢食惯势。啊，迄导游讲阮安尼，因菜头粿敢有像咱安尼整甲恰恰，爱创啥？啊，就传信息互伊讲，你伫遐敢有做甲足奇怪？啊，伊拢无回呢，人你无用。我想讲，因为你无用，毋敢回。结果尾仔就讲，你若无回哈，你伫遐敢会无聊？还是讲敲电话互你？我无回呢。但是我尾仔印象当中，就是有甲伊死信安尼。哦，啊，毋过毋是初二就会转去恁后头厝。对，但是阮厝边隔壁迄有诶人啊，拢出早就转来啊。因为阮兜有一个规定，因讲吼，就是初一嫁出去查某囝袂使转来。嘿啊，一般拢是安尼对无？啊。是毋有即个传说讲啥物会食倒鸡是毋是？对。但是奇怪哦，阮老母双标哦，双伊讲若是伫围路迄工就大咧，初一就不要紧。会当转去围路啦。毋是，伊是讲伫围路迄工，我想讲哈。安尼等下围路围啊，初一个进前食饱大家出去呢。伊讲无啊，你若是围路就大咧，大甲初一，安尼就无算是转来。你只要毋是初一，你讲都会当啦。安尼哦，确定？恁确定？恁敢有问过姓名？我会记得我甲阮阿母转去后头厝，嘛是安尼。无，阮是初二，就差不多初一过12点落去的。哦，所以到的时阵已经是初二的早起啊。哦，阮以前嘛是。因为阮阿姨拢是2到暝就转去。就为台北就转去食饭安尼。我讲阮以前啊，阮老母辛苦诶，因为迄阮阿姑因啊，因为伊家所在是伫咧南投诶山顶，啊因过年转去时阵拢爱乖伫咧山顶。啊，你讲迄囡仔拢乖袂掉，规条山啊规拢是地远，
嘿啊，你四界要干嘛店无干嘛店，要食物件无物件。嘿啊，啊，伊早迄山顶哪像我会记环境就是较无遐好，嘿你就是兄水爱无方便对对安尼啦对对对，所以因哦，食饭食了车，伊食饭食了随便倒来。啊，伫咧铁门外口等哦，等迄10点了开门诶，那你迄插头香安尼开庙门，哇！我那两个要黑白妈妈骂啊，伊连跟我讲啊伤寒。我别讲，真诶啦，就是安尼啦。我细汉时阵印象就是安尼，你莫甲我管啦，我就是要安尼啊。黑白妈妈无你想要安怎，你包一个红包互我就莫讲。结果尾下重点佫是要包红包，你敢唱甲伤寒？因为我无法度想象即种情形。阮兜是阿兄啦，嘿，所以伊敢若骗遐别人倒来就对对，了。甲人诶查某囝怪得啦。别人诶查某囝，对啊我要讲啥？哦，安尼甲恁亲家就是爱过年才较容易甲伊拍招呼者，歹势啊，甲恁查某囝关伫阮兜。嘛是会等去后头厝啦。重点是咱两个才18、9岁尔，等咱结婚诶时阵啊，我知这无若个有伫做，咱才甲大家婚。要落甲结婚就对。这无搞到做啊侪年啊！无你看你明年就结婚哦，你咩黑白讲？你明年我才19岁，明年20岁才结婚。我明年袂使结婚哦，因为19有9诶时阵拢袂使做啥物代志。哦就结果咱的人生就一直停伫咧18、19即年。好啦，时间嘛差不多啊啦。好啦好想袂到啦，咱过年的节目竟然停伫遮，收尾收伫即个所在，嘛是真趣味啦。嗯，虽然讲即摆已经过年了，啊，若是讲恁若是还有其他，就是过年发生的趣味代，嘛是当甲我分享。嘿阮啊后，一遍才个甲你点出来，对，无论什么时间，只要你想要写批来，拢阮拢会使。欢迎啊。对啊，欢迎啦。安尼时间是毋是差不多啊？嘿，好，安尼我要来收尾啊哦。请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声音的配信，做伙来听黑白变，黑白变，多谢大家努力。时间过真紧。来开场了。你安尼甲我拍乱去，改我个 NG。安尼甲定来，啊，咱再甲家己 NG。我要分享和过年有关系的故事，就是东山迎妈祖，就是东山迎妈祖，这嘛伊毋是想赢佛祖，哦迎佛祖，庙边嘛有发生的信徒提供大家，你毋是要念香？袂使我度。便啊，正日嘛等外家了后，就会去游山。有师傅上经圆满，送佛祖入山，登去东山。这换你念，好，换我，希望我妈喊你这 NG，卖炸鸡哈，先甲大家回息咧。袂歹。好，即个死网友的故事吼，来开始。死网友讲伊要来分享旧年，啊，毋是旧年啦。他开始就开始。